这个不是这些没桌的，我桌子不是放点来，多少钱？啊，多少钱？哎呀，贵了，1360，1360。这桌子多了吗？啊，这个好像还突然降价了，是吧？我今这里的这点便宜下来。原来不是700来的。我的这大的嘛，你咋不多少钱？我就钱，没有几个亿啊。有，也是咱俩兄弟，也是兄弟。这应该拿多少个？啊？这你有哪一个？7个。这价多了。你不赚？爸，来来。这粮食有的粮食啥味了？人再降价了。哎呀，1700来的。我真买了。那你这是粮食？对。这个不是。二个看这儿贵个嘞，这只下面放这个，个人给不是选这一只的。对。这是猪个，你看吧，几千多了，你个这没事。是了。结婚了，你这出来了，我该怎么搞？但是那么才能更保险一点，不能逮着就挣你的钱20块就挣。对。有上长远。哎，全是毛钱。哎，对。看属于就不能有。一说全是有道理。真的吗？你说这多少？人家1000多了，有的是猪儿不口吃，我给你抽给管了，你光10来天那不来。啊，你就扔起20来了，你给我10块我行了，你看了吧？只要你的猪平安，我真给你交对，你看了。对。这是猪个。你要知道我是为你们服务，咱们我跟你说，我姓丢，我跟你说你就防一防，我就信。你们不我了，我要诚心实意给你们干的好好的，叫你们高高兴兴。你不是都要没了？没了，全没了。多少个？45个。没了多少钱？没了49500。那就是991了，1000家。这是没了这多少呀？多少呀？这纯美，还是没来呀？对呀。这挣钱不小时来大不小时卖不着你钱了。还有挣的是必须干那个西安那个做。这娃娃都退休了。退休把我那个还真正有钱了。哎。你这是有毕业了来不成呀？哎，我回去看着了。